带，不有一点。
到此结束。今晚的表演到此结束。手机，我的。手机包包带我啊。那个身份证。这个是最早的。这个身份证。因为这首歌应该是属于跳初中的，基本都会跳。妈妈100块钱。咱们就帮不了，帮不了，咱们就帮不了。但是你看到他是清楚嘛？他现在手机一样，他是没有。你看嘛？哦，你不知道？你看哦，那是他这个是很清楚。这不清楚。然后这个人一查就知道他是电视了。可以吗？不可以。要不然你让他明天来这儿了。哦，我早知道是对，要不要让人家你啊？就那个身份证。要啥子理由麻烦？不管你40块钱，就40块钱就不办。好，明天让他来拿。你私房名字就叫他电话，不是你想身份证那个。让他明天来拿嘛。对，你现在给他打电话嘛。这个现在不可行，你的事。现在就到后面这110的。对你明天让他来拿。我们要注意，不要太客气，我们明天到了。哎，好，明天把他带过来这里拿嘛。不认识他，啊，不认识。我们想拍个照片。不，这个身份证太贵了，太贵了，比我想象中好多了。要本身来吃那个啊，对，哎，然后交在哪边？就是交给我，他们明天那个我没有交给他们。交我姐，交到你今天的。我跟你说嘛，你就把它放这儿，把你来的时候，你就把它放这儿，把它来的时候。好大个事！啊，还有车钥匙，车钥匙。老家一样。车钥匙，这他的。那我的。好，这他的。这还有皮箱。这里还有人。哎呦，我